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都知咧，打人咧就係犯法嘅。但係咧，你又知唔知咧？法律上面講嘅襲擊啦、毆打啦、傷人咧，其實唔係一樣嘢嚟嘅喎。每個詞語咧都有唔同嘅定義，刑罰咧都係唔同嘅。首先咧，襲擊同埋毆打係兩樣嘢。襲擊咧 ，assault 係指令對方擔心自己會即刻俾人用暴力對待。重點係唔一定要有身體接觸，例如咧有人咁樣揮拳作勢打你，雖然冇打落去，但係你覺得真係會中拳嘅咧，咁就係襲擊㗎啦。毆打 battery 就唔同啦，佢係真係有身體嘅接觸，唔理你係推人一下、潑水，甚至用物件間接接觸，只要係未經對方同意，都算係毆打。咁你講下個例子嚟聽下。有個例子咧，2019年前議員區諾軒咁喺集會入邊咧，用揚聲器大聲公對住個警察大聲講嘢，最後咧佢被裁定咗襲警罪成嘅。點解？因為揚聲器放出嚟嘅聲音咧，都算係一種接觸，咁法例上咧已經算係毆打噶啦。咁啊，再講下幾種常見嘅控罪啊。普通襲擊即係 common assault 啦，係最輕微嗰隻，有意圖啦，頭先講過作勢啦、推人啦、吐口水啦，呢啲都會成入罪到噶。根據侵害人身罪嘅條例啦，第40條啦，最高咧可以判監1年嘅。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就嚴重啲啦，要證明對方真係因為你嘅行為受咗傷，例如有瘀傷啊、擦傷啊，甚至精神受創都可以噶。根據39條，最高判監係3年。咁啊，同樣係傷人啦。咁啊，傷人同施加嚴重身體傷害罪，咁啊俗稱傷人17同埋傷人19，呢個咧係兩條罪。咁啊，唔使證明咧乜嘢襲擊元素嘅，但係咧就要證明咧你有意圖同埋唔理後果咁樣令到對方受傷，咁就會入罪噶啦。咁咧傷人咧就係講緊咧係真係要皮膚受傷啊、斷裂咗啦，例如用刀割開去啦，嚴重身體傷害要睇案件嘅情節啦，骨折啊、器官受傷啊等等。咁啊，刑罰方面咧，傷人啊重好多罪噶，傷人19咁啊最高判3年，傷人17咧就最嚴重判終身監禁嘅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其實唔同程度嘅暴力行為咧，喺法律上有唔同嘅定義嘅，唔一定咧要打到人先叫犯法喎。就算你係作勢啦、推人一下啦，或者用聲音騷擾，咁都可以構成刑事罪行㗎。希望呢段片咧幫大家釐清概念，知道邊啲行為係法律唔容許啦，唔好以為冇打落去就冇事，其實有時一時衝動就可能要負上刑責㗎咯喎。記住，冷靜先至係王道啊！